航报道。昨有2个民众去屏东小琉球畅水要去找古早的沉船，也毋过后来却失去联络。早暗海巡消防拢无找到人，早起是继续找，也毋过伫早起7点外，民间的搜救团就讲，因已经找到人了，真不幸2个人拢过往了。一透早，海巡人员坐船出发，准备将失踪畅水客遗体接回来。屏东小琉球18暗时，2个自由潜水客伫三福渔港附近失踪。海巡消防暗时无找到人，原定隔天早时8点半搁一摆出动，但直到透早7点45分，较早出发的民间搜救团先传来危险的消息，发现2个潜水客的遗体。大部分会在那边浮球绑在那边，人失踪的话，应该也是在那边，因为水流不大。对，没有被水流带走。教练推测可能是一个人遇难了后，另外一个人想要去救，才会做伙罹难。遗体互发现伫畅水点三福破丁船附近，而且会使近距离看到沉伫大海沙地内底的船。近年真受自由畅水客的欢迎，虽然是相对安全的畅水点，嘛是有可能因为海况创到真侪危机。三福破沉船虽然是一个很安全的前点，但是我们有时候海况还是会随时变化。10外人往政府表你通知你以前的前，以前那个背氧系统啦，还是那个空手下去啊，人家船一开过来，他看到无伊啊，航道啦。小琉球附近海域是真有名的畅水地点，但协会甲教练表示，当地有渔船仔的航道，加上部分水底暗流，就算有畅水的执照，若无熟海域，也是有可能发生危险。提醒畅水客一定要找当地教练陪同，确保安全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准屏东报道。来看这个月初。